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咱有邀请到一位里民来开讲。这位里民呢，是我任务我本人的一个网络顶悬的朋友啦。进前伫咧我有新的时阵呢，有看到伊有开一个面册社团吼，叫做“伫海外教囡仔讲华语以外的母语”。还有各个迄个社团拢有诚精彩诶讨论吼。有诚侪即个前辈来分享因的经验安尼。尤其是即个住伫澳洲的乡亲呢，定定就是阿爸含阿母拢有至少一个母语，囡仔搁爱学即个环境语言含英语，定定伫澳洲的乡亲吼，因厝内底可能都是3种至5种的语言。因为吼拄即马3月是即个妇女月嘛，所以我就想讲邀请即位同款是阿母的即个里民来，跟咱做伙来分享讲伫澳洲来带囡仔学母语的一个心得感想，佮有一寡建议。头先吼，先来请即位里民来先自我小介一下。好，大家好，感谢小介嘛感谢恁的邀请。讲面顶的社团，我感觉有一寡歹势，因为已经一段时间拢无咧去管理啊。我嘛也是搁咧看的。系啊，因为其实迄时阵咧想讲要有这个社团，主要是讲我住的所在是伫荷兰，是较庄脚的所在。其实台湾人已经足少啊，教囡仔台语其实搁较少。但是其实要教囡仔讲，至少学2种甲5种无共款的语言，其实是有撇步的。我嘛感觉一个人安尼咧。伫厝内底安尼，甲囡仔安尼2个人咧讲嘛，感觉有一寡孤单。较会想讲，无就是去面册安尼画者，看有其他爸母嘛是甲我共款，有共款的理想，想要教囡仔讲家己的母语，但是嘛有共款的问题也是挑战，所以我才会想讲，安尼就是主要是想要去找人啊，去画人、闹人啊。另外一个是讲，我家己是学语言学的，嘛有教育的背景，所以2个加起来，我是感觉讲，我家己咧教的时阵，因为遮知识会使帮我较有系统的，较有法度去教伫日常内底去教囡仔，就是较有方法啦。所以嘛有想要甲大家分享。你敢有自细汉就讲台语？你听我讲，都应该知影无吧？所以你厝里细汉时阵拢是讲华语为主，敢是？我家己讲，对阮爸母讲，甲阮亲戚朋友讲，其实我拢敢若讲华语尔。但是阮爸母2边拢是讲台语的。阮家族尤其是阮爸迄辈，拢是讲台语，所以我自细汉是听台语大汉的。所以我听的程度是拢无啥物问题，但是讲就是无咧讲。所以我细汉的时阵，互阮阿公念过，讲台湾人不要讲台语。我嘛是，阮阿爸迄边亲戚拢是全台语的，因为是住伫中华，连我即缘的囡仔拢是哦，因是拢是看到阮即几个都市囡仔转去，看到咱才开始转华语，无因家己拢是讲台语的。阮阿母迄边是因为咱伫菜市仔做代志。做生意，所以你若不要讲台语，人客听无，互大人念。所以算是讲厝内底有即个环境，厝内人嘛有要求讲，着爱学台语安尼。我感觉一方面嘛是讲为着要听有大人咧讲的英仔话啊，所以你着会听会讲。毋过我嘛毋敢讲家己是母语的程度安尼。
对，往来应该是厝里拢是台语吼，恁兜全台语，敢是？我感觉我的环境较特殊，因为我妈妈是客人，啊，阮阿爸就是台人，算是正宗卡的台湾人安尼。啊，阮细汉其实阮阿母拢甲阮讲华语，阮的台语是去幼稚园学的，因为阮住伫遐，敢若阮妈妈是客人，啊，伫遐会甲阮讲华语，其他的人转播的人拢是讲台语。哇，嘿，就无简单的呢。系啊，所以阮其实阮嘛毋知是阮妈妈是阮阿母教阮讲的，讲阮甲3岁进前其实拢是讲华语的，啊是去幼稚园了，逐个囡仔拢讲台语嘛，啊阮才开始讲台语，啊阮讲台语了，阮阿爸嘛袂见甲阮讲华语啊，啊尾本咧是用迄做老风的迄款华语，你甲阮讲话，系啊。啊，即个鸟林母，你是安那会想着讲要教囡仔讲台语？这个问题我嘛有想足久的，是安那我要教，因为其实我是有一寡袂记哩，但是想应该是为出国开始，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10几年啊。一开始离开台湾的时阵，甲足侪离开台湾的台湾人共款，你出去你较会去想讲你是啥物人，你毋是为倒位来的，即款身份认同的问题，尤其是你去其他国家的时阵，大家拢爱甲台湾人甲中国做咧比，啊嘛会讲你是中国人还是安怎啊？但是迄时阵互人叫中国人就毋甘愿的啊，你有感觉你毋是啊？但是安怎毋是，你嘛讲袂出来啊？迄时阵讲袂出来啦，嘿啊！迄时阵无想遐济，啊慢慢啊，刷来我来澳洲读我的硕士，啊，因为我的硕士是甲语言有关系的，所以阮咧甲阮的同学咧讨论的时阵，都会讲哦，啥物是语言，啥物是方言。但是语言甲方言，阮这时阵学着的，甲阮同学讨论的，其实是学术面顶的定义。甲台湾咧讲啥物是语言，啥物是方言，其实嘛无一定是共款的。感觉后来甲发现讲，其实语言甲方言，大部分人诶讲诶、想诶，其实拢是政治平等诶定义。迄时阵较会了解讲，哦，伫台湾其实自细汉你就会感觉讲，若像台语是一个较低诶方言，就是你讲较怂，啊，你讲就是表示讲你即个人可能程度足歹啊，无规矩啊，安怎，就是拢有一个即个印象就对啊。啊，所以愈读愈济，就是读我诶硕士，愈读愈济，较会去想讲啊，即语言甲方言到底是啥物回事？啊，我伫台湾学着诶是啥？嘿，啊，甲后来较知影讲。其实你若要认同你家己是一个台湾人，语言嘛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对。当然，叫语言来讲，其实台语嘛是为中国的迄闽南语遐过来的。但是咱家己的台语有咱家己台语新的词，那像讲咱有足侪日本话来的外来语，所以其实就是甲遐嘛是无共款的，遐都有文化的部分，所以就是安尼，我较会想讲啊，我自细汉其实敢若晓听，袂晓讲，我感觉安尼无啥对呢。另外一个就是出去想要甲阮查某囝讲的时阵，我无想要互人认为我是中国人，啊，我嘛无想要互中国人知影我咧讲啥。对。嘿，所以我会想讲，好啊，安尼咱就来试看觅。一开始其实敢若试看觅尔。因为我家己迄时阵台语讲足袂认得啊，比即摆佫较袂认得，所以其实一开始足艰苦诶。你是差不多伊几岁开始教伊讲台语诶？差不多2岁。2岁以前，因为阮查某囝足歹困诶，所以2岁以前我都无时间去插遮问题。了解。你2岁恁囝刚开始讲话啊？阮查某囝差不多1岁半就开始足够讲啊，就是语言内底有一个语言语言大爆发呢。就差不多就1岁半到2岁即中间。嘿，差不多啦。啊，阮查某囝是较早，伊差不多1岁半就开始不哩甲我讲啊。啊，到2岁的时阵，伊华语已经足够讲啊，伊的荷兰语嘛不哩甲我讲。
啊，所以为2岁开始，较开始真正甲台语加入安尼。所以恁厝就是讲台语、华语含荷兰语这3个语。其实还有英语。英语是阮甲阮翁咧讲诶。恁囝今晚敢听有？其实听有啊。就无想要伊听话，但是阮查某囝就听有，所以阮兜其实有4个语言，就是我是华语甲台语直接对阮查某囝讲，阮翁就是直接对阮查某囝讲荷兰语，我甲阮翁阮2个是讲英语，但是阮2个袂直接对阮查某囝讲英语，因为我无要教伊，我嘛无想要伫阮查某囝面前讲荷兰语，迄嘛是超工诶，因为荷兰语是伫荷兰遮主要诶语言嘛，环境语言嘛。那安尼我就想讲，若是厝内底拢我甲阮翁各讲荷兰语，我感觉荷兰语诶部分伤济啊，伤悬啊。对囡仔来讲，伊就较轻松啊，伊就讲荷兰语就好啊，伊就会较平淡讲，因为无迄个需要嘛。所以我就是超工是讲甲阮公讲英语，毋是要教伊英语，只是讲无想要互伊听呢就好啊。荷兰语，反正我迄阵看到诶迄文献，就是拢讲不管安怎，囡仔伊遮环境语言上尾一定是上强诶，所以这是可能讲你若囡仔一届学2个、3个、4个学即个语言诶，是讲有当时可能会较慢，但是上尾差不多5岁、6岁以后，其实拢差不多。就是伊的环境语言，甲干那一个母语的囡仔比，其实差不多的。所以我迄时阵，因为我有去读迄文献，所以我就无咧惊。所以我嘛无想要教伊英语，因为伊迄学校去教就好啊。阮兜是我看阮囝讲台语，阮翁看伊讲英语。我看阮翁若是要讲一寡无想要互囡仔听着，咱就用华语讲。所以你完全无教华语？我还未开始教华语诶。恁囡仔几岁？即马3岁，我是有差不多感觉会当开始。因为我是感觉讲台语较困难，嘛是我感觉台语较你共款，因为我伫外口，阮遮中国人足济，我若是伫外口讲台语，中国人通常拢会离我远远，所以我拢会若看到迄乌头鬃黄皮肤诶，看阮囝会先讲台语，会来看我讲话，通常拢毋是中国人。可能是香港人啦，也是因为因就确定讲你毋是中国人啊，因就会当含你讲话啊，无就是台湾人听有台语的，伊就知影讲我是台湾人。但是我拄着的，其实因若想要来甲你讲话，不管你讲啥物语言，反正伊嘛是用华语甲我问啊。安尼哦。系啊，所以有当时我就会看我心情吧，我心情好我就会教伊。阮查某囝因为伊先学华语，较学台语嘛，所以迄时阵，阮出去的时阵，我慢慢咱拢会开始甲伊讲出去咱就讲台语，伊会问我讲啥，伊会问我讲啥，若要讲台语就好，我讲因为我无想要互别人听有咱咧讲啥呢。即马我甲阮查某囝其实90%拢是讲台语尔。敢若出去有就是甲其他的台湾朋友，因若是讲华语，阮较会切去华语。无，阮即马伫厝内底拢差不多90%是讲台语的。剩的10%的时阵，因为我有咧教伊练汉字，是用华语的课本，就是嘛是有咧教华语安尼。所以咧教华语的时阵，我教的时阵是用台语来教华语。即马嘛是安尼呢。我即摆有小可安尼，解说的时阵尽量就是用台语解说，但是你嘛是爱讲着华语嘛。对。对啊，我即摆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本只就有想讲，伊3岁了，就是伊台语先练好势了后，我才开始甲教华语。毋过我即摆就感觉讲，我毋知影要安怎开始，甲伊讲华语呢？我毋知影要安切过。系啊，我了解你的困扰，因为我迄时阵嘛是感觉就困扰要安怎用开始，尤其你囡仔已经较大汉啊，3岁啊，所以伊一定感觉足奇怪，所以就是讲你会使先甲伊解说嘛，因为伊较大汉啊，其实嘛较好解说。你讲其实妈妈有另外一个母语叫做华语安尼所以我想要甲你教咱会使安怎开始。你敢会就是有一天就开始迄规工拢甲伊讲华语，还是你会慢慢为用逐工拢用台语甲解说讲即句华语什么意思？其实
我有我家己的做法啦，我讲互你参考啦吼。但是每一个人你上尾你嘛是爱看你的状况去调整，因为这就是讲你要安怎教一个语言，还有你上尾你希望讲你的囡仔伊讲出来的语言是什么款的？像我就是讲，我讲话我不管讲倒一个语言，我拢袂偷懒。我拢袂偷懒，我讲华语就讲华语，华语有当时会偷懒几句，就是迄款，就是较有开口的迄款的有无？你骂囡仔时阵就加一两句迄款的。但是一般来讲，我不管讲啥物语言，我拢袂偷懒。我嘛无希望我的囡仔去偷懒，尤其是因细汉的时阵。因细汉时阵袂偷懒，我家己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讲，有啥物好处咧？就是囡仔会较紧学着讲，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语言，这两个无共款的语言有啥物特色？你若偷懒做伙，其实尤其是华语、台语，伊是本身是一个共一个语言家族的嘛。所以你若偷懒做伙，其实囡仔伊会去分辨讲这两个语言的差别会较久。所以这是我，尤其是因细汉的时阵，我无爱偷懒的理由。但是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啦。无偷懒有无偷懒做法嘛，所以无偷懒的做法就是讲，你想讲我即摆开始要甲伊讲我就想讲以你的能力嘛，当然你讲华语没无问题我迄时阵讲台语我就有问题所以我迄时阵我看到的就是大部分的家长拢是讲想好一个时间就是咧换，你会使讲我一礼拜我就切一半。3工半，这个语言另外3工半，迄个语言安尼时间到就换。嘛有人就是一礼拜去切，嘛有人1个月去切，嘛有人3个月去切安尼。我迄时阵因为我台语讲无遐练长，所以我是半工就切。但是重点就是讲，你就是爱有固定的一段时间去切。你切的时阵，我是拢无咧偷懒。这款伫语言内底学习叫做全语言的学习法。所以你若去外口以前有无去学英语还是你即摆伫澳洲学第2个、第3个语言伊嘛无咧甲你讲英语伊嘛毋是用英语甲你教。伊就是你为开始坐落来开始上课的迄时阵开始，甲你离开这教室，伊拢敢若用你要学的语言甲你讲话尔。这款的方法叫全语言伊有伊的好处，但是嘛有伊的较无好的所在。有当时就是为着要表达你的意思，就爱讲足久的安尼。但是我感觉对母语来讲，这是袂歹的方法，尤其是囡仔较细汉，因为伊想看嘛，伊拄开始甲伊讲华语，伊马上拢毋知所以但是有的人是讲会惊伊毋知，惊伊学袂起，就会用我先用第一个母语甲你教，甲偷懒第二个母语，这嘛毋是讲袂使，就是讲你爱想清楚讲，但是你若安尼做，你的囡仔讲未来讲话嘛是会偷懒。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是，你讲话偷懒的囡仔就会偷懒。对。你若无白像阮查某囝的语言是白偷懒，除非讲伊若袂晓的词，伊会用另外一个语言去表达。无毋是安尼，伊若讲会出来，伊是袂偷懒的。伊对每一个语言去切，啥物人讲啥物语言，伊嘛切甲足清气我前一阵仔转去台湾，想讲送阮囝去幼稚园，互伊当伫幼稚园内底学华语。阮兜的人就较放较轻松，因为进前转去，我拢就严格的甲因要求讲，一定要靠阮囝讲台语。毋过即摆我就较 relax， 因为我想要互伊慢慢开始接触华语。毋过我发现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身边的人，尤其是阮阿爸阿母迄边的，因足爱偷懒的。比如讲，因本来尿珠即个词，大概拢听有嘛，因嘛会晓讲毋过阮阿母逐概拢讲，来，紧来，我甲你换尿布。无伊就讲，你毋通安尼，无你等下出去冷哦。就是你知影听因的就是无小心会伫遐偷懒。
系啊，我有小可烦恼讲伊敢会就开始混淆啊，就对啊。只是阮查某囝已经7岁啊嘛，所以伊的语言的每一个语言的能力已经较固定啊。所以我即马想讲，当初伊较细汉的时阵，我嘛是甲伊有共款的烦恼啊。但是我运气足好，就是讲阮爸阮妈毋是滑头族。伊毋是滑头族，伊袂讲，就是滑头就甲阮查某囝讲华语，尤其是阮爸真正是，伊知影我足坚持的，所以伊嘛足配合。啊，阮妈妈有当时就会像恁妈安尼袂记哩。但是其实就是看讲你甲你带转去偌久啊。你若带转去啊1个月2个月，其实迄拢无啥物差啦。你囡仔恁囝嘛会学起来啊，但是你若转来英国遮，你若继续甲伊就是讲的时阵，莫偷懒，伊慢慢嘛会袂记。其实毋免遐，其实是无要紧啦，因为有当时迄囡大人就是阿公阿嬷是无法度改嘛。对。但是时间较久，真正都是有差啦。若是转去1礼拜2个礼拜，其实大家欢喜就好。啊，主要是你若是毋是讲干那，因为恁妈妈若是安尼偷懒，但是恁爸若是较无，其实嘛是，我是感觉应该是无差。啊，其实咱大人嘛是讲话偷懒嘛。对。咱大人嘛是嘛。啊，大人会偷懒，我感觉较无要紧呢，因为大人的语言的能力已经较固定啊。你知影这是华语，这是台语，你袂讲，所以其实大汉去偷懒，我是较袂烦恼。但是细汉的时阵，我是感觉偷懒就是讲因可能去认同讲哦，这是第一个语言，这是第二个，伊可能会较分袂清楚啦。但是其实台湾人就直直偷懒啦。对啊。所以若是你环境无法度去要求的话，其实你嘛放轻松，因为这嘛是台湾人讲话一个方式啦。对哦，安尼理解嘛是对呢吼。因为你无法度会去要求你的环境100分啊。对。啊，讲倒转来吼，恁兜有遮侪语言，你对恁囝的各个语言的程度有啥物期待？你有感觉讲伊一定爱行到啥物程度无？有啊，当然是有这个想法啦。因为就是你一开始要教囡仔语言的时阵，你要做到啥物程度？你要互帮伊准备啥物资源？甲你安怎安排你的生活？其实这拢是甲你对每一个语言的程度的期待是有关系。所以讲，你想要教囡仔2-3个语言的时阵，你一开始就要想好，你有法度做到啥物程度？啊，你想要啥物？你想要你的囡仔啥物语言到啥物程度？你这2个嘛爱，就是爱有合起来，你较有法度嘛。对。所以对我来讲呢，我环境语言我拢无咧插，因为迄是因爸的代志。我嘛是。煞来就是讲，迄是因爸的代志。伊嘛会伫遮大汉，所以不管安怎，反正伊的荷兰语一定是上强的，迄我拢无咧插安尼。但是你家己爱心内爱有谱啊，就是爱想清楚讲啊，我莫插伊，其实伊会，这是会使的，因为就是文献内底甲你讲，这是会使的嘛。啊，但是我嘛有甲别个家长就是开讲的时阵，伊讲啊，伊嘛会烦恼讲，敢若细汉的时阵，敢若你咧带啊，无去读幼稚园啊，无去创啥，惊伊对袂着安怎，其实这种正常诶。啊，就是讲真正毋免烦恼，因为你大汉去。都已经互你带走，你无想要互伊带走，伊嘛会带走啦。就若像咱细汉拢讲台语啊，你去读幼稚园，去国校啊，即摆多一个台湾人，即摆你要找台湾人，咱这辈要讲台语讲较认真，已经足困难啊。对啊。哎呀，所以你若甲环境语言换做华语，其实你都袂惊。对。因为最重要一个想法就是概念，就是讲华语甲台语其实是2种无共款的语言。所以你若咧想的时阵，你甲你伫国外环境的语言去替换搁做华语，其实你就想有啊。另外就是英语的部分，我嘛是拢无咧插嘛。其实伊即摆拢听有嘛，因为就像你讲，你想要偷听大人咧讲啥，你就想要，伊嘛是啊。无想要互伊学，伊嘛是学啊。我嘛是感觉实在足厉害的，真正因为伊自细汉就听嘛。出世第1天就开始听，到即摆7岁，拢无甲伊教，伊就是
伊就是有法度听有啦，讲较袂晓讲啦。但是伊听差不多2-3档以后去甲我同齐去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德国人嘛，所以对伊是讲英语的。阮朋友对伊讲英语，第一工第二工就开始讲英语，讲几句啊。因为一般语言的发展是你是一字一字开始讲嘛，所以是2字3字的词嘛，再来你开始几句嘛。嘿，阮查某囝就是为产迄字的词拢无咧，也要讲变一时就一句就出来啊。就是因为自细汉拢咧听，所以有听嘛是有差，就是囡仔佫细汉佫查某啊，可能查某的一般来讲学语言是较紧。这毋是啥物刻板印象，这是真正是嘛是有文很有讲着啊，差不多会差半年甲1年。安尼哦，差遮济。刷来就是华语甲台语嘛，因为台语其实我最想要就是伊听讲。读甲写拢会晓，问题是，我做老母的人，我读甲写拢较无问题啊。我有去学，但是我实在是无时间，就是学甲足精的，所以我无法度教。我即摆搁咧变我的事业，所以我就嘛无时间去帮伊准备遮，所以就是我想讲，上少伊爱会讲，就会认真听，懂听有，遮目前已经做有够啊。华语的就是讲，上无就是伊听，伊华语的程度是听甲讲是甲台语差不多，读差不多嘛是甲伊，因为我最近较带伊转去读台湾国校嘛，读差不多读1个月，伊伫台湾即摆应该是读1年啊嘛，伊程度甲伊是差不多的，迄是读的部分，但是写都是有差，伫国外啊。大汉的囡仔，我感觉写是上大的坎站。对。嘿，但是我已经放弃啊！我想讲，就拍你就好啊。嘛是会使。系啊，系啊，因为大部分即摆咱拢有拍你，但是你要拍你嘛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爱有法度认字，你才有法度拍你。对嘛是。但是认字就是你也会晓读嘛。我敢若希望伊会晓读就好啊，因为伊就会使就是看有华语的资源安尼就好啊。对吼，安尼嘛是一招呢吼。系啊。对，我嘛是安尼概念。我会想要互伊学华语是，我想要互伊学英语的是同款的意思，就是迄是一个世界流通的语言，所以你就。拄好我嘛会晓，所以我就教互你。差不多。对，毋过以感情上来讲，我感觉台语才是我真正想要教互伊的语言。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对，所以安尼听起来你是有咧教伊汉字的，对不对？有啊。华语的汉字，安尼你台语的部分是有互伊读白话字，还是互伊用看汉字的？拢无呢。因为我家己就是讲，我是学台语的，我毋是学白话字的。因为我学台语，我嘛是学教育部的迄台文汉字安尼。因为台文汉字甲华语汉字有一寡是相共的嘛，嘿。所以就是讲，我其实拢无特别介意，因为我真正无迄个时间，我也无迄个能力去甲伊教，因为我其实我搁爱学荷兰语。我家己搁爱学荷兰语，为着我的工课，我实在是无足侪时间继续甲台文学落去。我感觉足可惜个，但是咱无法度，因为咱爱食头路啊。对。嘿，所以我的计划是讲，若是真正要教，我可能毋是家己做，我是请人来教。其实华语的课嘛是，其实若是会使找有着人，我嘛是讲嘛是外包出去较好。因为我真正无法度顾。对，所以我才就想要甲阮囝送转去台湾读册，安尼就有人教伊的华语啊。是会使啊。我感觉送转去真正足紧的。真正啊！我送伊转去5礼拜，伊华语本来袂啥物，大概写3个字，写甲我写1点钟，佫还叫2个人佫冤家。结果我最近带伊转去5礼拜尔。汉语写叫。真正的哦！真正，伊本来写3个字，都爱甲我写1点钟哦。
伊即摆就是讲差不多你嘛知影迄写离谱安尼一面对无？伊安尼即摆一面安尼，伊差不多8点钟45分钟就写一面啊。安尼嘛真够安尼吼。我囝倒去台湾的时阵，前2工哦，写到也要痛苦死，讲伊无爱写的，足侪话。啊，过来差不多过一礼拜了，伊甲我讲吼，伊希望老师会当互伊较侪互伊练习。啊，恁囝迄时阵等去偌久？阮倒去半冬。哦，啊，迄时阵几岁？伊6岁时阵倒去的，伊正是要8岁啊。嘿，我就是平淡迄款妈妈，就是希望会当互人教迄款。嘿啊，我真正。毋过你听其实嘛是，家己的囡仔就是爱家己教。我感觉看你的能力，看你的时间，看你家己的意愿，啊，佮有讲看你家己的程度吧，系啊，系啊，我感觉外包出去嘛，无啥物好，啊，煞咧嘛爱看讲你要外包啥物物件出去，若是讲听甲讲，真正无法度外包，因为这款物件是爱逐工做的。啊，读甲写其实嘛，应该讲，我感觉你会使外包出去的是一部分，但是真正语言你要爱学嘛是逐工你爱做。啊，可能你可能教的部分呢，会使包互老师去教，但是你爱伫遐看伊写，你爱伫遐听伊读，你爱逐工甲伊讲，对，嘿，老师会当甲工具教互伊，啊，毋过咱家长爱提供环境互伊去练习。煞来，咱来讲即个未来部分吼，你伫海外甲囡仔讲华语以外的母语。即个部分，你有啥物话想要对即个未来海外遮个家长讲的？是你希望讲当初一开始就有人甲你讲的话？有一般来讲，其实不管倒一个语言拢应该共款啦。就是我希望我迄时阵会使先去甲台语的写甲读拢练好。因为就是即马你写甲读，若是无一个程度，其实你要学新的词就是较困难。啊，你的台语你逐工讲的、逐工用的，其实迄词就是迄几个。对。啊，所以台语的程度爱像华语安尼，会使讲万事万物，其实嘛是真正爱靠你会晓读、会晓写。啊，但是足可惜，我即马人生这个阶段，我就是无迄个阴功去做这个代志。那所以你若想要教囡仔台语，还是口语嘛是会使，因为口语的嘛是会使读甲写嘛，对无？所以不管啥物母语，你若迄个语言的程度，你感觉还佫无够，尤其是读甲写，其实都会使囡仔伫你腹肚内底的时阵，你就先去学出来，啊无生出来你就志袂转去，伊嘛无时间啦。真正诶。我家己是有新的时阵咧上课学写较读，啊，毋过我真正足认真咧准备，甲囡仔讲台语这段时间，其实是伊出世了4个月至1岁半之间，因为即个时间你还袂甲伊讲故事诶，你会用足细本诶册，拢都是单词。我就为迄单词开始查了，我就开始听 podcast 嘛会参考即个社团的文章。我即马去年开始，我嘛开始参加台文的读册会。就是练习。我感觉还有一个是因为阮开这个 podcast 了后嘛，大概普文拢一定爱写白话字，所以练其实普无偌久，我忽然间我的写变啊足紧的。对啊，有练习有差啦。对，有练有差对。我感觉我是较好运啦，因为我就是拄啊好开始学了，我就有心啊。所以我有这个机会，伫咧有心的时阵先学起来。真正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我感觉就是讲，就是你若有想要教你的囡仔母语，真正毋免互家己压力伤大啦。你会使做到啥物程度，就是爱较实际去看你家己的条件。啊，莫讲你家己敢若会晓行了，希望你家己的囡仔陪，迄真正嘛较困难一个。另外就是讲，你若是你无时间嘛，但是你可能有迄个钱，你有钱去外包，
因为一般拢安尼嘛，你若无咧做工课，你就是有时间嘛，你就慢慢甲你活嘛。啊，你若咧做工课，你无时间，但是你就是有钱啊，无你趁钱要创啥咧无？啊，所以你若有钱，你就尽量去外包嘛。嘿啊，对，嘿啊，所以去外包嘛无要紧啊，因为重点是你的囡仔会晓就好啊嘛。对，啊是讲你有时间，但是你无想要家己教，迄嘛是有可能的，教囡仔足烦的。啊，佫教就定啦，教冤家安尼，我找就是我即款的。嘿啊，迄嘛无要紧啊，因为你就大家你想要做啥物款的阿母还是阿爸，迄是你家己决定的嘛，对无？重点是你因知影你爱你就好啊，对无？啊，所以你想要外包，想要家己教，迄拢无要紧，就毋免压力遐大，啊，毋免讲你看别人家己教，你嘛爱家己教，迄嘛毋免安尼。安尼你安尼大家较会放轻松，啊，只是讲你若无要家己教，有一寡物件你嘛是可能爱去安排的，啊，你嘛是爱去处理的，就是讲你毋免家己教，比如讲你会使去找讲啊，以台语来讲，你有台语有啥物资源啊？册钱就开落就甲买，啊，迄故事啊，啥物 podcast 拢放互伊听。你家己无法度讲，你就放互伊听嘛。啊，找有囡仔有兴趣的，上重要你爱找囡仔有兴趣的物件。对。啊，像我就是因为我只是到即嘛是有一寡事嘛是较袂认得，还是我无法度讲万事万物就对啊啦。所以我就是真正互伊听足侪故事的甲 podcast。啊，讲甲听甲后来哦，因为囡仔咧学的时阵，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咧学的时阵，伊爱讲甲迄腔口足好诶，其实就是爱互伊听无共款的人声，老人、大人、囡仔、查某、查甫，安尼伊诶腔口较会准。啊，伫台湾的时阵，你毋免惊嘛，因为台湾啥物人拢有嘛，啊，遮你就靠 podcast 嘛。啊，阮查某囝已经证明讲，我这招是有效的，因为伊的台语的腔口比我佫较好。你若莫看伊的面，你看袂出来这是一个外国囡仔。嘿，啊，阮爸嘛是嫌我的腔口嫌甲，大家拢讲恁查某囝讲台语讲甲比你佫较好听。啊，我嘛认啊，无紧啊，我承认啊，反正这我教的无紧啊。对啊，我感觉即马即个时代，其实有足侪人讲共学团吼，其实就是毋仅是囡仔做伙共学，嘛是家长对牵囡仔做伙来共学，做伙来甲母语学起来安尼。我讲一个另外一个例是，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因兜进前住伫日本，啊，毋过伊牵因翁拢是台湾人，啊，因搬转来台湾了后呢，伊是会晓一寡日语，啊，毋过因翁是为完全袂晓讲开始的，伊牵囡仔做伙读囡仔册，为迄个阿姨有诶学开始学啊！伊即马嘛会晓牵囡仔做伙读日本诶册啊。系啊，所以是有可能诶，就是讲家长牵囡仔做伙学一个语言安尼。若是会使，我阁想要讲一点，因为其实我迄时阵有一个面册诶社团，真正是因为。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足惊阮查某囝以后大汉无人会使讲台语。对呢。系，这是我一个烦恼，所以我就是想要尽量分享我的想法。你若有心想要互你的囡仔开喙讲台语，还是学台语，就是我想要尽量分享安尼。啊，我想要阁分享上尾啊一点，就是讲，我感觉上重要的时阵，就是你要互你的囡仔开喙讲母语，就是爱甲母语变你生活的一部分。啊，啥物意思呢？生活一部分就是毋是干那开喙讲尔，你咧安排伊看啥物册，伊听啥物故事，你来往的对象，你要上啥物课？像讲我真正想要互阮查某囝找人上音乐课好啊，我会尽量找会讲台语的台湾人去帮伊上课。啊，我迄阵找林母的时阵，我嘛是要求爱会晓讲台语。就是你甲这款的母语条件加入你的生活内底。安尼就自然都会一个母语的环境。啊，其实你嘛无一定爱开较侪钱嘛，无一定真正就是爱开特别的时间，但是你就是爱较有策略的去调工去安排。
对对，啊，真正便利的，去做一件代志，嘿，就便利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这点若是做会到，其实你教囡仔讲母语无遐杂啦。佮即马网络顶悬的资源诚济啊。对。好，今仔日真感谢即个鸟灵母来甲咱做伙分享，在看带囡仔读母语的一寡经验。系啊。我感觉学着足济。系啊，因为我是一开始有，到尾是放弃的。毋过因为今仔日安尼讲了后，我有一寡想法会当，就是今仔开始，就是要安怎教阮迄两个佮做伙去学台语安尼。安尼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感谢你来的，感谢你的邀请，我就搞了。龙来这，小就来放假。